叫小人想八字，20来叫香港人叫港八字，台湾人当然就是台八字，伊拉从来不叫自家二八字。上海是最国际化的大城市，侬要不是上海人，真是太早死。啥地方人不叫阿拉上海市？啥人都比不过阿拉海八字。上海八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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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海上海八字，上海八字，上海八字，上海八字。海八字基本上只吃海果子，有辰光也会得吃吃香瓜子。虽然伊拉咬不大动西瓜子，但是经常也会剥剥南瓜子。下趟看到美国人叫美八字，看到法国人就叫法八字，日本人当然就是十八字，就是千万不要叫上海人。